后来继续来到这个高雄市区，讲这个钉仔脚是禁歹行。除了去互占用之外，这个关价感嘛差真多。这老大人甲婴幼儿的塞车，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要行，拢真艰难。都一个乡亲因为这个钉仔脚关价感跋倒受伤。高雄市议员黄文义调查发现讲，这个高雄市为民国98年开始来实施着钉仔脚的顺平工程，这10月当来竟然敢若完成着10公里，等于一年的进度无到1公里。这只手还有脚都是。脚甲手拢有带药布，这个陈先生讲本来行好好，想要到煞摔架呢。一踩这个就空了，整个人就往前滑。还有跋倒就是这个钉仔脚关键键。走这条路的时候没有办法走，我必须走在大马路上。迄日间伊是行伫高雄市和兴二路这条钉仔脚。伊跋倒的所在差不多有25公分悬。其实高雄市有真侪钉仔脚拢像安尼，一般民众行路时都爱真细致。对着这个行路较无方便的朋友来讲，这真正是袂输过关共款。高雄市为民国98年起就开始做钉仔脚顺平的工程，不过进度却是真正是有够慢。现在我们跟台北市、新北市他们都已经10几万公尺了，我们1年还1000多公尺，这要好几10年可能才追得上人家的进度。10多年来，敢若完成10公里，等是一年进度较无1公里，是安怎？这款的效率就遮低。其实我们的资源没有北部来的多，那骑楼整平你必须要拿到店家的同意书，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度。我们现在会用骑楼顺平，它就不需要店家的同意了。民众希望讲，这个钉仔脚顺平的进度真正爱紧，过来这钉仔脚未占用问题，到即马依然无改善。大家希望讲，主管单位爱提出强制手腕，幸福民众一个安全好行的钉仔脚。